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朱正奇，因为牵涉间谍案，初二被北检起诉，求刑5年以上。民进党台北市党部随改开除党籍。中华阿龙为着这 H7 新型 A 型流感，国内头一个感染源国爱查。一管水也讲已经界定是禽鸟类为何人类事件，目前无人为人情形。反到年底的选举呢，这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按算4月7日被召开党团大会来讨论，或者总预算付为审查。对应台也呼吁立法院赶紧审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代表这民进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这个朱正奇呢，因为牵涉到间谍案，初二被北检起诉，求刑5年以上。那民进党台北市党部随改开除党籍，民进党是强调讲，针对个案议题拢是无度吞论的，就爱严听严办。这其实是个家事纠纷啊。伫要投入地方选前呢，将立赢民代助理朱正奇，互人指控卷入强谍案。根据北检新闻资料，朱正奇伫2022年7月，受退休政协官员吴平年交付的手机啊，搁伫同年8月23日时，利用出入立委国会办公室的机会，得到经核列密字的文件资料，协助死亡的中国籍人士，搁有甲人收2万人民票。第一个，我没有收受任何的这个现金或者任何的报酬啦。第二个，这个拍摄呢，我就是把这个已经公诸于媒体的一个东西传给他，那只是因为在这个前面有一张公文啊，写如附件请查照，上面是有个密字。互人当作何志伟主地兵的伊，讲家己支持严格执行国安法，也伫法庭自证清白。何志伟透过声明表达愤怒，嘛讲朱正奇任职期间无涉入国会运作，呼吁伊赶紧退出台北市议员的选举。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嘛赶快快速处理。从政同志既然会涉及到国安法，既然会涉及到共谍案，这是我们引以为耻。处理方式就是将朱正奇先生予以除名，开除党籍。目前调查涉入国安相关案件，另也包含国安高层机要秘书、资深党员、民进党有前立委参选人，也是捌列入不分区名单，那也同款有民代助理在案。民进党动辄喜欢把促进两岸交流人扣上红帽子哦。近年来的这个共谍哈，尤其可以接触机密档案的都是民进党。从过去以来的例子一直都证明说，真正的敌人都在本能寺。有共谍就法办，民进党的立场跟态度以及行动非常的清楚。如果真的要慎防共谍，蓝白为什么不支持民进党所推的国安法案？对国民党批评立赢党内重要职务变强谍的升级管道，呼吁检调爱铁查。民进党是讲已经有明快处理涉入强谍案的党员，电到安那赢，莫阁甲中国底高高甜。记者采访报道。来看金门守备大队一个姓何的上校大队长，才到金门1个月尔，就买2支毒品安非他命，而且这包裹呢，阁送到金门营区。海巡署昨呢，甲这个大队长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检方透明侦讯，认为伊牵涉到毒品罪5万块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也调查敢有其他军人涉案。伫台海前线守护家园，金门守备大队是金防部的主力核心，兵力规模虽然只有1000多人，也毋过具备坚实战力。去年汉光演习出动几台战车保卫关键基础设施，即马刷标出金门守备大队姓何上校大队长，才到1个月的涉毒，涉嫌买2支毒品安非他命，找人为台湾本岛以包裹方式运送到金门超商，行为大胆。警方部真紧将伊停职，移送法办。我们已经迅速的将他调离现职，也由防卫部指派了高阶的干部来实施代理。这个是否有其他的在营区内有其他的这个同袍也涉及此案，我们也会做一个全面扩大的专案编组来调查和厘清。专案起因海巡署侦办毒品邮包案，监控处罚过程将爱运往金门的毒邮包。受惊的人是姓何大队长，海巡通知伊到案说明，佮检调，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初一暗移送金门地检署。检方透明侦讯，认为伊涉嫌使用甲持有毒品罪嫌重大，下令5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那何姓上校他到经防部守备大队服1个月，那先前也是任职幕僚单位。所以相对的，在幕僚单位里面也是依照这个相关的比例原则采抽签来实施。
这件国军史上上高阶军官涉盗案，升等国军形象，陆军强调，那消息得以行政变现关键，核准态度高依法扣办未来的人事查核会更加严格。记者综合报道。随着美国总统川普讲要继续攻击伊朗，这市场对中东战争停战的期待也消失去啊。阿股呢，就由红来变黑，大股收在32572点，落602点。这国际油价呢，一桶也冲破100块美金啊。这中东战事呢，也影响到石化原料也个塑胶制品的供应。经济部也来启动不计监控机制5大强化措施，要确保咱国内原物料供应袂断站。你要不要袋子？哦，哎，你看，像这爱茶啊，你敢会使不爱互伊？去到菜市啊五金百货店，看人客摕商品来算钱，就惊无提供塑胶袋啊，会互因无方便。业者嘛只好供应，因为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塑胶袋啊虽然阁叫有货，但是价钱愈来愈贵。你有时阁买袂到，迄就害啊，差很多啊。以前去买大概40块、50块，现在55、60都有啊。业者表示讲，自从国内爆发塑胶袋啊欠货，目前多啊塑胶袋啊阁叫有货，但亲像耐热袋啊，嘛敢若会当靠单供应商互因货。架顶的耐热袋啊，大多数拢卖了，剩剩敢若剩2斤呢。那业者怨碳塑胶袋啊，进货成本有够悬，惊头转去小食店，互人客买回去的小菜，业者无阁提供塑胶袋啊，除非是买汤面才有提供。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第2天都有叫，但是我们叫10包，他都跟你配一半。假设10包的袋子，他就给你5包。因应中东的冲突，国内稳定物价小组会议调开的时间对逐季改做逐礼拜1摆。法务部查缉物价联合小组开始具体稽查，要阻挡非法的囤货和乌白起价。经济部是提出塑化产品稳供5大强化措施，包括等油的厂商扩大生产，有够量来供应内需；下游的厂商增产，优先提供生产原料。零售通路是稳定供货，建立通报网掌握信息，专线媒合材料，中央电做伙来解决欠料欠货的问题。乙烯的月产能4月份中油会从6万多公吨，那么增产到7.9万公吨啊。那么预计这个产能可以供应中下游的厂商3.4亿个塑胶袋。中东的战事若是冲击石化原料，股市嘛对咧震动。才是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呛下讲要继续攻击伊朗，金融市场的气氛对欢喜转作烦恼。阿国对洋变乌落尾收落，韩国落超过4%，一个落1276点，台股开盘是徛起伫33218点，无过1点钟对上悬33497点，一直打底，上加32516点，收跌32572点，落602点。昨天的大涨，今天几乎吐回去一半。那台股今天本来是好不容易站上月线，现在又跌破月线。本地初一带头领起的宽达电子股，亲像台积电，初二起势拢套倒来，加上国际油价是起破达桶100美金以上，通货膨胀有期恐惊会阁起嚟。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和农业部的防检署下晡临时召开记者会，是因为国内出现头一个 H7 新型 A 型流感病例，个案是伫咧彰化70多岁查甫人，伊是饲鸭的农民，经过治疗了后，人已经有较好啊。要若这感染源阁需要来追查。疾管署是认定讲是禽鸟类传染互人的案例，也无人喂互人的情形，这疫情暂时未断开。国内传出头一个本土人类感染 H7 流感病例，个案是彰化70多岁男性阿龙，3月底破病，带因检查显示有肺炎，经过检验加基因定序，确认是 A 型 H7 流感病毒，属有后压破气。目前正好相关接触者33人，健康监测到4月7日，有3人预防性食药啊，后来在6个亲人采检拢阴性，目前个案病况有较好，持续隔离治疗。新型 A 型流感呢是会有这个急性结膜炎的表现，严重的话还是可能会造成这个肺炎啊、呼吸窘迫等等。不过也有一些这个新型 A 型流感造成这个在人类身上可能是只有轻微的症状，或者甚至可能是无症状。疾管署表示，已经甲农政单位启动联合防疫，包括去个案的主体、亲场、甲病院进行疫调、甲流行病学的调查，佮对养殖场移动管制。虽然养殖场动物采检结果拢是阴性，不过也是针对附近亲场扩大采检，查清楚感染源。疾管署初步怀疑，这有可能是盗鸟的鸟仔屎引起的，研判是个案禽传人事件，而且无人喂互人的迹象，疫情暂时无扩大过滤。邻近的厂的部分
那会再去做裁剪的工作，然后再一样送到兽医所去做鉴定。那原先它这个厂本来就是阴性依照我们禽流感的这个防治措施，除非它是阳性厂才有可能会进行扑杀。我们目前的调查显示说，它并没有出现其他阳性的，不管是家人或者是禽场当中的禽那所以并没有进一步的传播疾管署提醒，禽畜饮食相关工作人员伫作业过程爱落实自我防护，已经甲饲鸭的协会联络，会免费发放差不多5万片喙暗予饲鸭的人员。一般民众爱避免去接触，也是饲这的禽畜，嘛莫青食禽类的鸟仔卵，也是制品，通降低感染新型 A 型流感的风险。记者采访报道。台中地方法院顶个月伫中国发生暴力事件，一个46岁适龄的查某人，甲律师公会理事长吴中和线水配。台中地检署今日侦结，依照伤害、恐吓等罪嫌甲起诉。二审台中地方法院了后，合议庭裁定羁押3个月。4年的查某人雄雄县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吴中和的脆皮，顶个月17，台中地方法院庭外走廊发生暴力事件，引起全国律师联合会不满。这个律师职业安全甲尊严拢失去。台中地检署同个月20传4年的女子到案，当场逮捕声押核准。这个月初2快速侦结，依照刑法伤害、恐吓、施强暴、公然侮辱、诽谤、法院组织法等罪嫌起诉。认定林姓被告所为系犯刑法之伤害、恐吓、施强暴、公然侮辱、诽谤及违反法院组织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于未有具体防治措施前，予以继续羁押。46岁姓林的律师动手杀人了后，佫持续伫网络打文，点名真侪律师发死亡威胁。检方成立专案小组搜证，佫调阅监视器，专案伫13天内完成侦查起诉。吴中和讲，目前姓林的女子甲外律师有关系，佫讲嫌人是要维护家己的权利，法治观念偏差，警察法院持续羁押。法官能够审酌说被告对自己行为的这种法治观念的这一个偏差，仍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这一个侦查起诉而得到教训的话，我们还是建请说法官能够给予羁押。台中地方法院表示，经过合议庭询问了后，考虑姓林的女子甲相关案件律师也是有可能接触，也佫有犯罪情况手段这个因素了后，认为也是有羁押的必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为初2开始羁押3个月，若是不服也会当提控告。记者采访报道。桃园机场第3航厦这主体航厦厝顶第2阶段作业就要完成啦，要来砍厝顶咯。用台湾的山川和海洋意象做设计灵感的波浪厝顶，面积有90万平方公尺，等于是16个标准的脚球场，是全台湾上界大厝顶，在今日正式对外公开。波浪的厝顶以台湾山岭甲海洋意象为设计灵感。第3航站全台上大厝顶头一摆对外公开。这座大型厝顶长414公尺，宽242公尺，钢的结构，总重量大约4万吨，面积达到10万平方公尺，相当16座脚球场这么大。工程作业最困难的地方，一个高空作业，尤其在桃园机场空测，在风力的强度，事实上对施工人员都是一个挑战。考虑台湾高雨环境，因应极端气候挑战，这座大型厝顶设置45条天沟，也利用弯曲的设计，雨水真紧流入天沟，提升排水效率。另外，厝面的防水材质也以高达到3毫米以上的高耐久性防水毯搭配多层防护设计，确保袂涉水滴下来。每一条天沟都是242公尺，总长超过11公里。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天沟排水，可以确保我们的屋顶能够完全的防水。主体厝顶有计伫4月份内就会当完成封顶。机场旅客对第3航站的完工也真期待。你有看到第3航厦正在盖吗？有啊。觉得怎么样？觉得我们对它充满了期待。那希望说第3航厦建完之后，让它能分流，不管是出国或者回国都很便利。对第3航厦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就希望设施啊、动线啊那些的，就是都能够更符合人性化，然后能够负荷更多的那个旅客的流量，这样子蛮期待的啦。对啊，就是希望它能赶快盖好。机场公司表示，就像海鸟咧飞的双曲面厝顶，
也包含欢迎旅客的温暖意向。随北龙厅去年底启用，主体航站工程预计2027年完工。启用了后，整体一年旅运容量会当达到4500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紧接着叫外送的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哦，这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发出公告，针对要甲店家抽的金额，即马要来起悬咯。平台表示讲，因为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按算7月中要来施行，对外送产业的整体营运模式，抑个成本结构会造成影响。对7月1日开始呢，会调悬外送订单的服务费用。外界也烦恼讲，这个成本呢，最后拢会算伫咧消费者的身躯顶。并至下昼探无订单的人旁，饮料店业者开始避讳，特别来临的热天，原本是业者高峰期。也毋过，即马做生理的成本恐惊还阁增加，因为初二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发出公告，会对外送店头订单服务费，也就是对店头的抽成阁调悬。它抽成的比例占我们的毛利超过一半，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你放到一个整个月的营业量来讲，对不对？那他可能就是说半个员工的薪水。平台说明，主要原因是外送专法会伫7月中旬正式实施，对外送产业整体营运模式甲成本结构带来重大影响。为7月2日针对美食外送店头抽成调悬2.5%，针对新鲜10岁外送店头抽成调悬3%，服务费率上限上悬袂当超过35%。目前几啊间店头抽成拢已经伫30至35%，未来调整了后，抽成费率会来到32.5%至35%。现在这个物价也上涨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影响到要去点的一个原因。我会希望政府单位可以去制定所谓平台对店家或是平台对消费者的抽成上限，平台它该负担的成本才会回到平台本身。外送工会批评，过去平台提供外送员时薪平均是270至290块，外送专法只是要求保障时薪245块，因为平台只是借机会起价，外界更加烦恼，因为店头成本增加，恐惊转予消费者。呼吁那这个政府以及业者那是否呢可以在呈现你的这个食品的售价的时候那能够同时去列出来，在这个到当地到这个店面去买的时候的物价。另外，副平台表示，当积极透过系统甲流程优化，毋望会当降低外送专法带来的成本冲击甲影响。针对今次调整各项费用，内部也在审慎评估中。记者综合报道。中东局势未稳定，这石化原料价格直直起，也影响到咱国内民生需求价格，也拢贵个来起悬咯。亲像清明时阵爱食的润饼糕，因为这原料逐项拢直直起，即马买起来呢，一包差不多是起5块。另外，嘉义台南屏东地区这做豆油的业者，也因为这做豆油的原料含包装，这塑胶桶啊。价格也拢起，准备也要来调整到豆油的价格，有的一罐要起到30块。包装差不多就是安尼啦。是加载。手提已经包装好势豆油，哪比哪讲？屏东的豆油业者讲好加载，当初是用玻璃杆仔底，外面用纸包。若无即阵塑胶物件叫无过，搁直起价，伊可能就爱读较莫咧烧。不过美国甲伊朗拍袂煞，原物料逐项起，因对元宵过后就宣布起价，一打起400，平均一罐起超过30块。像纸壳啊，像塑胶封套那这塑胶封套拢唔敢报价拢唔过唔知要关伊落来啊。受影响的还有嘉义这间豆油老店，业者3年前就捌起过一届，因对去年的关税大战就开始动，这摆真正是动袂掉啊！因为豆连包材嘛是一工一款价，按算对5月初起，平均起5%至10%。进口原料进来的这一块，我们有调整啊。如果都是用纯本土原料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做调整的动作。对，就是因应的运输的一个费用跟他们的报关的一些费用。这个桶子，老实说，4月前的价格基本上一个桶子最少超过3块钱。台南的豆油老店业者就讲到，即阵的桶仔计销嘛是哪讲哪害头，因为包材厂商最近有可能会搁起3块。业者讲，塑胶包材计销起上紧，因即阵也抓袂准要起偌济，加出来成本先家己吸收，不然个一定会起价。我们还没有去对所有的普罗大众消费者说我们要涨了，对。涨幅大概有多少？
基本上应该是说，以业通的商品来讲，我们的幅度空间大概应该会以10块到20块，甚至要看未来的趋势会不会再上去。就由起价带动万物做伙起，亲像清明爱食的润饼糕，都因为润饼皮、土豆腐等等的原料拢起价，袂少店家嘛对得起。台南市有消保官去考察7间店，其中有2间起5块。消保官表示，起价也伫咧合理的范围内，会密切关心物价状况，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会团乡民代表会顶个月底通过振兴经济纾困金草案，要发予乡民一个人6000块的现金，得有42000人会当领到，预算呢是2亿5800多万。上近5月底到6月7日发，希望会当减少民众负担，振兴地方的经济。即阵啊，各大塑胶原物料因为中东战争影响，出现欠货起价情形，也连带影响民生物资的介绍。未少餐饮业者宣布起价。中华县会团乡也通过振兴经济礼金自治条例草案，要发予乡内一个人6000块的礼金。逐项啊，油盐拢也是起啊，真好啊！这是对咱这老岁仔较有帮助啦。听到这个消息，阮兜规家拢真欢喜的，因为吼这时机景气拢遮歹，吼会当6000块，互阮补贴，互阮平时生活吼改善。中华县会团乡民代表会拜二通过因应美伊战争引发国际情势变化，稳定民生润性措施，振兴经济礼金自治条例草案，乡内4.2万位乡民，一个人会当领到6000块的礼金，上紧5月底发放。但是有学者认为，发现金是一时的补贴，长期来看对经济的提升有限。工作还佫有一寡钱伫的，这嘛是拢大家税金钱，即阵时机遮歹，佫拄到这中东的战争，所以咧。伊的建议就是讲提出来发一个振兴金，互大家较快活者安尼。一个国家有足侪代志通去做的，发现金直接发予一般的民众较好，还是这现金应该爱摕去做一寡对民众较有帮助的建设也好，还是提升大家这个公共服务较好，爱去比较这两个看对一个较好。去年底行政院公布全民普发1万块了后，嘛未少向定期加码发现金。学者建议，除了发现金，应该会当甲预算用伫地方基础建设，提升公共服务。长期来看，才真正会当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央政府总议程也阁卡伫立法院，烦恼影响到年底选举。这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按算4月7日要开这党团大会来讨论，或者总议程复位审查。国防部在今日也开记者会，讲因为这总议程卡掉的，国军有781无法度叮当，包含着海马斯火箭等设备，也个 F-16的训练案影响真大。行政院长杜永泰也呼吁国会赶紧审查，互政府有才调面对国内外各种冲击。中国对咱的威胁唔捌停过，毋过伫立法院开200多天的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单国防部受影响的，就有海马斯导攻火箭系统的200亿，标飞弹丢补的415亿，阁有关系 F-16战机后续训练的88亿等等，总共780亿的规模无法度动用。国防税出预算编列5614亿元，较114年度增加875亿元。除人员维持等法律义务支出核实支应外，将有21% 780亿元在总预算未通过前无法执行，影响装备的一个筹获、修护以及弹药筹补及部队训练等工作。任何时间上的一个延误，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国防部初二召开记者会，向国会发声，若准无法度如期审查预算，毋乃对构建国防战略不利。更较严重的是有明国家积极台湾自我防卫决心。即马传出国民党立委党团会伫7日党团大会决议，敢要放总预算案过，上紧迄天就会复位审查。毋过嘛坚持行政院应该依法编列进行三读通过有关军人加薪加退休警消待遇的预算。行政院他不依法编列。那我们呢，就对外诉求说，只要2028让我们执政，从什么时候通过3读通过了，我们就一路追加。我一直在讲拭目以待，因为国民党是很难去预测的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你说，军人待遇的一个提升，公务人员待遇的一个提升，我相信做的最多的就是
民主进步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陈清良是表示，按预算法第54条的规定，立法院同意先动用新兴计划预算718亿，是行政院甲公文提的唔肯复过。若行政院是坚持3条350亿规模的总预算，应该做伙送审查。面对强局，那也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可能会出面协调，降低朝野对立，促成总预算更有巩固的推测。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今日宣布，汉光42号电脑兵推对这一开始会进行14天，甲重点放伫咧铺设地带侵扰。该方军由演练转做攻击威胁，会甲国际冲突经验列入去内面。另外，陆军配合测试举行的台湾国际模型公开赛，今仔日要出动卫兵好的阿帕奇直升机、乌鹰直升机，演练起落来伫咧逢甲大海运动场，非常的声人目。运动场飞机头粉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飞到台中的逢甲大学校园，吸引学生的眼光。陆军配合测试的台湾国际模型公开赛，出动阿帕奇直升机、乌鹰直升机，换新版的免号彩绘进行无烟起降，这也是阿帕奇头一摆伫台中出现。蛮兴奋的，因为其实很少会有直升机有机会降到学校的操场这样。主要是攻击反战车，然后还有对于地面的目标进行打击。另外，国军验证高战备目标，宣布汉光42号电脑兵推下午21到20时举行，展开长14至13枚的兵棋对抗演练，假设强军特征威胁，为无清楚地带手段到UN转战，国军要安怎动员整备物资分屯，联合防空所讨验指挥官作战指导，用兵决策。去年成军的 M1A2 体战车，国军接种无人机等新式武器，拢会搭伫演习的加设计。另外，这摆兵推也学习国际经验，到2米以冲突。美军对委内瑞拉绝对决心行动，国军要借此强化早期武警。包括有联合勤监侦的重要性，还有如何反制电磁的干扰，以及反制无人机，还有重要军事设施，包括电力，还有它韧性的防卫。以及联合防空的分层接战。强军初一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初二继续交代国防部将迄强机25架次强南9架甲公务船2架出海，其中有16架次强机超过海峡中线，外界研判可能反制美国参议官访问团访台。我们不会去揣测它的一个政治讯号，因为国军对于共军每一次的灰色地带袭扰，都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在应对的。I have a bill that I'm proposing where Congress once again codify those 6 assurances are all very important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当日访问台湾的美国参议员匡世恒展现挺台的力度，那宣布要提案将美国对台湾6项保证立法，也甲共党的克鲁兹、甲民主党籍的默克利、郑安迪跨党派联手提出2026台湾拿铁法案，针对中国伫全球范围内孤立台湾。这个法案设立那些无人机工作小组，协助台湾脱离中国供应链，加强台湾无人机开发、深化台美国防合作。记者综合报道。那边两党去年底宣布讲要替全国12岁以下囡仔设一个台湾未来考照，政府替囡仔欠钱满18岁上无会当领到33万。那立法院在今日举办公听会，要听各界意见。因应台湾少子化问题，那被共同推动台湾未来考照法案，明定由政府替12岁以下囡仔欠5万块，每年搁提拨1万块。这寡投资政府会当替囡仔做股票的投资，伫咧囡仔18岁以后上少会当领33万，甚至搁较侪。这个建议引起讨论，支持反对相平的意见拢有。拜四立委也邀请学者举办公听会。大家为什么会担心所谓的少子女化？因为教育环境的问题。因为托育环境的问题，有种种的问题，结果大家都不好好聚焦在这里，反而来说我要怎么样来发现金。虽然这一次多了一个，你可以去买 ETF， 然后你的钱可以长大，但是会不会长大，其实不知道。有投资公司是徛伫风险管理的角度来思考，讲未来考照是毋是爱参考国外，请专业的金融机构来协助。若无股市无好，管理出现风险，对囡仔来讲，颠倒无公平。是有没有想过，万一他真的18岁要缴学费那一年，突然股市就大跌？其实，在国外这种个人账户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新加坡、日本其实这种个人账户的管理，其实都
一定会有金融机构协助参与。由律师徛伫教育的角度来思考，伊认为应该互囡仔亲身参与投资的过程，甲投资的风险、理财观念加入课纲，才袂囡仔大汉雄雄摕到一大笔钱，唔知要安怎使用。是不是可以增加我们对于小孩子的财商的教育的部分？如果利用他自己的存折账户，好，譬如说你可以选择什么样子的基金单位的时候，结合到我们的财商教育。若被即阵若是法案通过，开办头年计划投入1141亿的预算，后续每年大约是投入260亿，因为各种意见拢有，加上预算真悬，阁有贫富差异和投资风险等等的问题，这个方面拢是即届公听会有讨论到的重点。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着感情囡仔定会因为营养不良影响到发育甲身悬，这感情关怀基金会对2021年启动儿童感情专案，提供长期的营养介入，到今已经协助35个囡仔甲家长咯。营养师表示讲，着感的囡仔若准会当伫咧半年内透过补充营养恢复到正常的体重，5年的进化率会当对56%提升到77%。刘小提起的这位妹妹挂号号做仙豆医治，1岁半时发现脚头浮肿一块，经过诊断发现竟然是血癌，是安怎会甲家己号名叫仙豆医治背后的故事嘛，甲病症有关系？因为我袂当食三明治。为什么袂使食三明治？因为内底有新的物件，但是水果嘛是有时啊嘛会食。啊，水果若要食的时阵，妈妈会甲你烫过无？会啊。水煮过？会。营养师提醒讲，若是囡仔得着感情是袂当食青的，就连水果嘛需要用烧水烫过。另外化疗期间的副作用，嘛致使囡仔食袂落。若是会当伫6个月之内透过补充营养恢复正常的体重，5年的存活率通对56%提升到77%。不能吃生食，包括沙拉或者是包括三明治里面的生菜。那再来就是不要吃到鲜奶或是优格或是优酪乳的部分。因为一般的鲜奶其实没有完全杀菌，会建议就是改成用保久乳或是奶粉做替代。其实囡仔着感嘛进一步影响到身悬和发育。感情关怀基金会对2021年开始启动儿童感情专案，提供长期的营养师介入协助。以仙豆医治案例来讲，伊接受7年的营养照护了后，身悬对100公分抽到135公分。计划到今已经陪伴35个囡仔和家长。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远洋渔船大王号逼出外籍渔港被拍死案件，已经过7年去了。这船顶呢有一个菲律宾籍的渔港到台湾了后，就随走做庇护，互官方认定是人口买卖受害者。想袂到这时间一拖，就算检察官伫咧4年前已经把这被告起诉，不过到今呢，这一审拢是还未宣判。提手机啊，翕家己即马店的环境，下区发作的菲律宾渔工，每年居伫抓帮大的小空间，讲家己身体无爽快，希望得到医疗照顾。伊捌伫远洋渔船大王号工作，2019年6月爆发船顶渔工孙老头，互拍甲昏迷，过长工死亡。代志发生满7年，到即马每年也等未到证据。Sana po mabigyan po ng hustisya yung ginawa nila sa amin po, lalong-lalo na yung kapitan at saka yung first officer ko, yung busong ko. Sana po mabigyan na ng hustisya ng madaling panahon kasi miss na miss ko na yung pamilya ko. Matagal na akong hindi nakauwi sa Pilipinas, 7 years na po ako na hindi nakauwi dahil sa kasong ito. 红牌孙老头伫每年的目睭前倒落去，但过每年一直到过当年4月才随渔船返来台湾，继续受不当对待。了后才有机会伫民间团体协助之下，也出访强迫劳动。伊回忆每日渔工拢会互暴力对待，一日工作20点钟是事上的代志。他们的工作时间是14到20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办法睡觉休息。渔工团体指出，大陆方返来台湾2年了后，检察官伫2022年4月7日正式起诉9名被告，不过起诉了后到即马已经4年啊。我们却很遗憾看到这个进度实在非常的缓慢。到现在连一审都还没有出来，因为这么多荒谬而且严重侵犯人权的这个状况，才被鉴别为人口贩运被害人。大王号是登记伫万纳度的宽渔船，不过渔工团体认为，选择做合法安保非法行为的典型案例，显示制度抗衡加政府的放任，真有可能为台湾面对损及国际声誉，遭到经济制裁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上山的民生社区路边竟然有一地正大地上百粒的枪支撇伫路边，民众看到了后是惊甲报警察，警方也找到乱骗的清运业者，和这枪支的主人，也就是姓刘的查甫人。这姓刘的查甫人讲，这是因阿公留落来，请义工来摒扫，说唔知已经互撇掉。警方也把这个枪支送到刑事局鉴定，这个查甫人也依法上班。甲树仔口的地下掀开，内面装的竟然是算大枪的枪支，红豆安尼凊彩等伫遮。3月底，有民众经过台北市民生社区的附近街，发现这地枪支是行甲金报警察，警方唔敢大意，随调附近的监视器画面，发现是对清运车弹落来的，随通知细里的清运业者到案，佫指出枪支的主人是细老的查甫人。6月29日接获报案，路边疑似有1袋子弹。经了解，系垃圾清运业者自业主家中清运垃圾后放置。细老的查甫人甲警察讲，这枪支是过身的阿公留落来的，请伊讲来摒出来，唔知影讲已经互弹掉。伊佫讲阿公较早捌有拿枪，即摆已经报答，毋过警方清查说查无报答的记录。警方清点当中是114粒枪支，已经甲枪支送去刑事局，检验敢有杀伤力，依法的救办。因为本案违禁物属于遗产，需要管理，警方仍会将违禁物品与相关的卷宗资料以函送的方式，将已过世的被告移送地检署来侦办，最终检察官依法会做出不起诉的处分。没有杀伤力的话，它就是不能激发，只是看起来像子弹而已。为了谨慎，鉴定报告一起都送到检察官这边，由检察官来做一个最终的认定。法界人士分析讲，警方会照检验报告来确认枪支敢有杀伤力，无排除函送细老的查甫人含伊过身的阿公，甚至是捌持有的义工含细里的清运业者。若是无杀伤力，同款是会照枪炮罪来办。请检方进一步厘清，而且追究乱弹清运物品的废弃不清理法。目前专案搁伫咧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竹北的传统市场，最近传出讲有诈骗集团用鸟鼠会方式来骗老大人，有人借18万，说是签200万的本票，价值2000万的厝也互摕去抵押，已经有10多人去互骗去啊。这些大家无用咧做生意趁钱，不哩个即马却传出有人互人骗真苦钱，对方是用鸟鼠会的方式拐年岁较大的摊商，也是来买菜的民众。其中有人唔但互人骗去签本票，就连大的厝拢互人摕去银行抵押。之前我有遇过，就是人家会找你，就是说，哎。你加入我的会，然后说保多少钱，然后比如说你需要验钱的时候，他会先领给你。但是在市场怎么样跟人家聊天，然后再讲一讲，然后对方就跟他讲说，我有钱可以借你这样子，然后就实际上就拿了18万，然后对方就请他签了一张200万的本票。那这个就已经是很不合理的了，然后就又说，为了怕你那个没有办法还钱，然后就把他的房子拿去设定。的作案手法呢，基本上就是说，老人家他实际上他拿到现金的钱可能只有18万或是20万、30万，但是他们会诱使老人家签一张，比如说200万、300万、500万的本票。专门会搭讪老人家要注意。警听到消息，也到市场宣导反诈骗，也进行调查去了解状况。警方呼吁，凡涉及借贷、投资或签署本票、抵押设定，务必提高警觉，多与家人讨论或先行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受骗。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宣导，守护民众财产安全。根据了解，目前市场已经有10外个时段，互同款的诈骗手法骗去。受害者家属也已经委托律师，向对方提起赔偿甲诈欺的个数，希望两查掠到诈骗集团。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昨暗有民众报案，讲高雄市立美术馆园区内有一台计程车掉伫水池内面，佫有人伫遐讲话。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这是高美馆目前上界新的装置艺术，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我听过几歌啊，我当无你听过卖啊。掉伫咧水底计程车车顶毋但发臭，阁有阵阵的人声传出来。这台造型奇怪计程车，初一暗时常常出现伫咧高雄美术馆的内规避者，因为暗时视线无，阁有一寡来散步运动的民众，敢若看到计程车伫咧水底，车的大顶湿咧，阁听到有人在讲话，掠准是有车冲入去，惊一个赶紧报案。警消人员到场了后，才知影是一场误会。这台车是高美馆上新的装置技术。仔细看的话，就会看出来，就是其实好像不是真的计程车。它这又是真真实实的一台车子在那里，然后又是掉在水里面，
我觉得除了恐怖以外，没有达到什么艺术的价值。有人感觉趣味，真有看点，嘛有人认为做了无妥当。高美观表示，这项装置艺术是要传达环境保护的议题，不是恶人者要创治人的主业。艺术家初一才拄开始布置，目前也未完成，造成民众的误解甲不安，实在真实的。这个作品才刚进场，那也还正在定位当中。那展览期间的话，一定会有一个作品的告示，然后跟指引，让观众很清楚这是一件作品。极端气候的过程当中，这样子的突然的日常，那会造成一种奇观。但如果它变成是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的话，那应该我们还笑得出来吗？这样子，那就是从幽默之余也提供观众一个反思。车牌是靠细人的口音，顶冠牌的英语字嘛，不是正常的 taxi。七电当归讲，这是甲台电合作的展览，车顶放送的录音是一位运将用台语来讲气高软化。地司机即阵换做伫水底开车，期待透过无同的主角，使大家斗阵来关心环境议题。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永昌报道。最近又有新出版的台文诗集号做《台湾色水台文新诗集》，是诗人郭文乾用25年的时间完成的作品。作者用诗来写台湾无同款的色水，也写四季生态，也写人文精神。出版社认为讲，即卖台语文的出版品是愈来愈多，也对这台语文的发展有正面的帮助。6月天，敢是相识伤心的日子，敢是老乡离居的伤悲，清冷冷的树枝，红光光的花蕊。诗人用台语描写6月色水。诗人郭文乾最近出版新的台文诗集，号做《台湾色水》。郭文乾伫家人出世，伫淡水读册，为2001年开始用台文创作。伊认为用母语才会当表达家己的感情。这本诗集毋但写河边的雨、港边的风，写四季，嘛写台湾人的精神。就是写台湾的色，台湾有啥物色？所以我有台湾的气候、台湾的地理，过来土地顶悬的台湾人，台湾人各种艺术文学，为了历史文化打拼这个人。这本诗集是作者经过25档版写的成果。郭文乾透过色水，甲家己对土地、对历史、对这个时代感动，透过字句记录落来。出版社表示，这本诗集描写真侪家人、大场埕顶顶北部的生态甲历史。就那像作者要透过诗句，要带读者做伙去行踏。一篇一篇看落去，感觉讲，那像伊咧带你看台湾的历史甲地理，啊，阁有一寡伊细汉的时阵伫，因为伊是伊故乡伫家人，阁有淡水遐，所以伊写足侪北台湾的历史。出版社表示，即马台语文学出版品愈来愈多，对台语文的发展有正面的帮助，嘛毋望未来有愈多台文作品，互愈多人看到台语无同的色水。记者吴金阳、曾俊佑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美国总统 Trump 对第一任期就一直讲要退出北约。伊朗战争开始了后，Trump 也批评北约真侪解，讲因若准无要来提供这军事援助，一定会出代志。且伊咧 Trump 接受访问时阵呢，伊就讲认真考虑退出北约。《金融时报》报道讲 ，Trump 也讲明啊，若准这欧洲民国拒绝协助美军，甲这荷姆兹海峡拍通，美国就袂阁再协助乌克兰啊。就算2023年美国法律有规定，退出这北约呢，就要经过着这参议院2/3的释出同意。不过 Trump 也是会当透过撤军或者北约的制度失效。另外，英国首相斯凯尼号召35个国家要来成立荷姆兹联盟，含这美国切互利益。美国总统川普发表对伊朗战争的重要谈话，针对北约盟国拒绝协防美国，已经咧批评。I just want to tell you, NATO treated us very badly, and you have to remember because they'll be treating us badly again if we ever need them, and hopefully we're never going to need them. I don't think we will need them. I don't think they can do very much. 伊朗战争开战以来，川普若一改指责北约不愿意协助美国，佮批评北约是好看尔正软正。英国电信部甲路透社采报道，川普搁再讲要认真考虑退出北约的讲法。不过要退出北约，总统无法度单方面决定。根据202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要经过参议院2/3的议员同意才过关。目前共和民主两党拢出现反对声音，若是川普这边要做，到尾也可能爱去法院，也会造成欧洲防卫体系崩坏，也造成俄罗斯甲中国两国的战争压力。I do think that were th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withdraw from NATO, it would change the world. It would, in some ways, push the world toward a geopolitical jungle in which Europe would be on its ow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on its own. In some ways, it would be a return to the much more chaotic, anarchic landscape that existed before NATO was formed in 1949. 美国讲大伊朗事先无照惯例通知北约友伴，除了无关国际组织安全机制，也互人当作是违反国际法，失去交盟友的正当性。基本时报报道，川普甚至警告，若是欧洲盟国拒绝加入展开核武器海峡的志愿军联盟，安尼美国就会中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为了应对核武器海峡被人封锁引起的燃料甲肥料这经济危机，英国首相斯凯尔招35国成立核武器联盟，搁伫初二召开头一届会议，要将美国的军事行动划清界线，转向外交手段寻求通航。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1970年，阿波罗太空船甲这太空人送到月球，让54年后，美国的阿提米斯2号伫台湾时间今早起6点35分，搁在4个太空人对非洲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进行10天的射地球和月球旅程。让3点半的时间 ，SLS 重型载运火箭总算第2届成功发射。估计周边地区有超过40万人，各网络直播电脑头前的几6亿人做伙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Today, April 1st, 2026, 6:35 p.m., NASA's Space Launch System rocket lifted off the pad with 8.8 million pounds of thrust, carrying the Orion spacecraft and the Artemis II crew out to Earth orbit and beginning America's grand return to the moon. The Orion spacecraft has successfully separated from the core stage, and its solar arrays have been deployed as planned. 这嘛是继1972年阿波罗17号了后，小过54天，搁再有人类飞向月球。专业太空新闻网 Space.com 指出，这届升空创下真济第一个纪录。头一个是太空发射系统 SLS 载运火箭头一届带人类上太空，嘛是21世纪了后头一摆的纪录。4个人当中的克里斯提纳科斯是头一个飞向月球的女性。海军飞行员出身的加洛夫是头一个加入射过的太空人非洲的，来自加拿大的汉森是头一个加入月球之旅的非美国籍太空人。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ir health and the status as we move into the next phase of the Artemis II mission. So after a brief 54-year intermission, NASA is back in the business of sending astronauts to the moon. 不过，这座创下真济第一纪录的飞行，除了未进入月球轨道，嘛无按算要降落月球，只是用自由飞行的状态射过月球，再向地球的方向转来。Space.com 指出，虽望安尼，4个太空人也是创下人类有史以来进入太空了后离开地球上远的纪录，按算要挖406800外公里，比1970年阿波罗13号加6400外公里。伫这座关的测试了后，下一阶段的阿提米斯计划有按算要伫射月球后，互太空人降落月球表面。埃塞克曼接手 NASA 了后，规个计划重新调整，按算伫2028进前要互人类重返月球，搁要伫2032年起做月球基地。NASA 无隐瞒，这是要赶伫中国进前，互美国伫月球成占有一席之地。公司新闻家人编译。有真侪国家的 IT 业者开始推出无人驾驶的轿车，却也传出一寡交通事故。上届新的一站是伫咧中国的武汉市，已有超过100台由网络业者逼度营运的无人驾驶计程车，当时车上届济时阵，却掉伫咧车路，造成交通拍夹。对暗头啊，踢到半暝，也那这事故原因，搁伫咧调查。由中国网络搜寻引领头九，100多艘营运的无人客车车，伫当地俗称菜头快跑，也毋过伫3月31暗，估计超过100台菜头，毋知虾米原因自行伫路上停车，同时系统也搁警告乘客袂当落车，以免发生危险。接孩子的路上堵死啦，被我遇到啦。2个傻萝卜，在那个桥底下，自己在这里不动了。把后面车子堵了这么多，
代志发生的路段位于武汉市的外湖桥，甲4棵为高架道路参地下道，是所谓的武汉三镇，每一个市区之间重要的联络要道。尖峰时刻，平均每点钟流量是达到5000台以上。这个时阵所发生100多台菜头卡伫路中，互驾驶真是气个急，一直骂。6台罗，这条路上已经坏6台罗了，这是为什么呢？萝卜的服务器被攻击了吗？第7台、第8台、第9台萝卜全坏在路上，这是为什么呢？霸道伫2021年推出菜头快跑的无人客停车服务平台，也设计专用的车型阿波罗 RT6 电动车，随后伫2024年开始扩大中国各城市的营运。也毋过赛车赛几十年的老司机，除了烦恼霸道嘅继续竞争，也无看好这批菜头的安全性。只要说有车子一超它，它就直接停下来。假如说前面比如说有个方便带，它就停下来了。它现在不是那么好呀，蛮多它这个蛮多东西它还没有搞好。果然，代志计划2年，自称驾驶所烦恼的也真正变作真实。中国媒体引用专业人士分析指出，突发情况造成车辆安全机制过度反应，和这批菜头伫无必要停车的时阵停车。未来应该先建立城市顶级的自动驾驶紧急应变体制，各由参与经营的业者共同协调运作。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明仔载开始就是4天的清明连假咯。明仔载这时全台湾犹原是济云好天，不过过头了后就渐渐变天啊。拜六礼拜方面来到，为全台湾各地头拢会落雨。若这台南以北东半部雨水会较大阵，甚至会落雷公雨。若咱准备去安排去到北望或者是出门旅游的观众朋友，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咱也做回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平阳金马马祖对15度到29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